马太福音20章，天国亲像一个园主，透早出去请工人来伊的葡萄园做工。伊甲工人约定一日一个云，就找因去葡萄园做工。早起时9点左右，伊搁出去，看到有一寡人伫市场口伫徛，无代志做。就对因讲：“恁嘛去葡萄园做工，我会互恁公道的工钱。”因就去。中昼12点，甲下晡3点左右，伊搁出去，嘛安尼做。下晡5点，伊搁出去，看到有一寡人徛伫遐，就对因讲：“恁是安怎规日徛伫遮，无代志做？”因甲伊讲，因为无人请阮。主人甲因讲，恁嘛去葡萄园做工。黄昏的时，园主甲伊的管家讲，你去叫工人来，发工钱互因，对落尾来的先发，然后才发互大先来的。遐个下晡5点才来的，逐个人领着一个银。大先去做工的人来领工钱的时，因想家己话领较多，毋过逐个人嘛只有领一个银。因领了，对主人埋怨，讲：这个最后来的人，只有做1点钟若定，阮互日头晒规日，劳苦工作，你竟然互因甲阮领边做。主人应其中一个人讲：“朋友，我对你毋是无公道，你竟毋是甲我约定一日一个银，摕你的工钱转去。我要互上尾来的甲你领边做，我用家己的物做我爱做的，兼袂用得我慷慨，你得目孔赤是无？安尼上落尾的袂做第一个。”为做上路尾。耶稣伫上耶路撒冷的路中，叫12个门徒来，私下对因讲：“当咱要上耶路撒冷，人子会受出卖，互祭司长甲经学教师，因为甲伊定死罪，后来将伊交互外邦人，甲伊戏弄、鞭拍，顶十字架，第3日。”上帝会互伊搁活。迄时，西比太的某带伊2个囝来见耶稣，跪落去伊面前求一项代志。耶稣问伊讲：“你爱甚物？”伊应讲：“你做王的时，请你互我这2个囝，一个坐你的正边，一个坐你的倒边。”耶稣讲：“你毋知家己在求甚物？我直要啉的杯。恁袂当啉袂？”因讲：“阮会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的杯恁要啉，不过坐我的正边、倒边，毋是我袂当互人的。我的杯为着甚物人准备，就互迄个人。”其他10个门徒听到，就对迄2个兄弟生气。耶稣叫因来，甲因讲：“恁知？外邦人有统治者在甲因管辖，有领袖在甲因支配。恁中间就毋应该安尼。恁中间爱做大个，就做恁的妻佣；爱做第一个，就做恁的奴仆。拄亲像人子，毋是来要互人服侍，反倒是要甲人服侍，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。”因离开耶利哥的时，有一大群人缀耶稣去，拄有2个盲人坐伫路边，听到耶稣对遐经过，就大声喊：“大逼的囝林明远！”群众甲因责备，叫因点点，毋过因搁较大声喊：“主，大逼的囝林明远！”耶稣停骹，叫因讲：“恁爱我甲恁做甚物？”
因讲：主啊，阮爱目睭会看见。耶稣可怜因，望因的目睭，因随时阁会看见，就缀伊去。